心向最北中國漠河。講到北極光，你腦海即刻浮現嘅係咪冰天雪地凍到入骨嘅冬夜？但喺中國嘅北極漠河，我哋偏偏揀喺盛夏6、7月同你點燃一場極光狂歡。你可能會問，點解係夏天？呢個唔係一場誤會，而係同自然定律一次好浪漫、好湊巧嘅邂逅。6月，漠河迎來出名嘅極晝，太陽幾乎24小時掛喺地平線上。咁長嘅日頭俾咗大地無窮嘅生命力，而北極光嘅本質其實係太陽帶電粒子同地球磁場一場華麗嘅共舞。老實講，呢場宇宙 show 喺高緯度，天空係長年上演緊嘅，只係冬天夜太長先至容易俾我哋睇到。漠河嘅智慧就喺度啦。既然自然送咗最長嘅日頭俾我哋就用節日嚟慶祝埋藏喺白夜背後嘅宇宙魔法。所以北極光節慶祝嘅唔單止係天上邊可能出現嘅飄渺光帶，更加係慶祝光明、慶祝生命、慶祝人類對無人星空永無止境嘅好奇。所以漠河北極光節其實係一個喺極致光明中等候黑暗，喺萬物最盛放嘅時候同宇宙對話嘅浪漫約定。而我哋呢11日嘅旅程就係為你度身訂造、拆開呢份約定嘅完美方式。佢邀請你喺1年之中最長嘅8日裏面，抱住最深嘅幻想，體驗最豐富嘅北方。我哋係米蘭仔百樂旅遊，多謝收睇。